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琉璃眼光也名嘅糖起落去讲哦，不过苗栗南头也到天气几度向前，糖度如果强强。眼光专家从事态升温内嘅林中奇先生讲，8公年前台湾路有琉璃眼光嘅，也多年来验证大环境改变，也可能有新嘅族群来到台湾。琉璃眼光太爆发，除了农民对天气嘅做事会受到影响。也群眼光呢，和贵太群呢，所有到人家直接做到向前路模嘅模式。现时林中奇先生嘅研究，利用一个相宜人士的，和个直接杀得嚟嘅药嘅做两阶段嘅防治，使得有效嘅控制。不过现时受害面积太发的，地方乡镇公所财务有很棒棒嘅，根本冇财条做到按秋切，眼光也都引来引到。地方项目论中央推能听数，农民会讲田丘嘅部分，因为会尽量来做。负责环境管理嘅环保署讲，也个计划到人家社区嘅眼光，如系对田丘嘅过去嘅，应该去请农民会难错。人家大家能会搞清楚管理嘅范围，不过也群眼光唔只有做嘅一度到位。好多，你看，你看，哦，对不对？躲在下面。你看这整堆，这整堆，你看。这个。台马列嘅如果掉地上每行，如何接力，农民看到就吓到驚險。嗨，你看，哎，哦，来来来，哦，真好真好，小弟来哦。田中都要熬年啊，我熬6年，熬6年當厲害。我正快我擘嘅嗬，同啲就會嚴重，像起唔定啦。種個掉去哦，你就搞一身的話嘅，哎，羊搞嘅土嘅，哎樣吼，很不舒服，安天天啦。加油嘅去種嘅量產蠻難見哦，有個雜油嘅個下，夜光10分多，搶嘅供應啊，佢五地方保護雜啊到一跌，個損失都差唔多咪1萬斤咯。當地已經個搶幾度拍損失睇咧。你看地上，你看嚇死人，你看。這樣看得到了。整團呢。唔單唱數個行，連田內行也係這馬這味。主要琉璃眼光主要係地會拍動600公差之下嘅3排提升法，單係地數個行，田內行嘅數十個也都素材做掉，所以就一空一點基礎確定。佢分了一散，所以講你看到有要記起來嘅嗬。有向琉璃眼光係插水性嘅，主要嘅食物係甜有水分嘅東西。像是花蜜啊，或者是水果的那种就是水果的那种果汁。那还有一个就是它会跟蚜虫、介壳虫做共生，那它会去吃蚜虫跟介壳虫分泌出来的蜜露。不過呢條蟲兒對果樹嚟講係優惠嘅，未到農民當條拿土。前年當有，前年都攞來。都去年有較多，今年就好，當多嘅。有，跑出來了。有沒有？哦，我手裡。中地部講就預計40兩年內唔是按牛，準備殺入嘅五代農民權可能了解來做眼光。噴料嘅時間長一隻，噴過去必走按長一隻嘅。這一年又推有機田、有機的農業，所以這個螞蟻在一些環境裡面，它的我們就沒有這個壓力哈，就是它一直有農藥殺蟲的壓力在那邊，所以它今年就多起來了。噴。去年開始，林中奇先生嘅團隊受到市府向公所嘅委託嚟處理大量眼菇，佢哋研發嚟自種模土作紙，等到如果為何建立出一盤，按我琉璃眼菇攤定出嘅實體，對農民嚟講會好好做事。它主要的成分是一個那個天然蘆薈的一個皂素，那就是它就簡稱是鈣離子粉。那螞蟻呼吸，它主要是用表皮的氣孔，那噴到它身上以後，那些泡沫會把它的氣孔給阻塞住、蓋住以後，它就沒辦法呼吸。唔單淨係農人，琉璃眼菇還能會聽到天線幹線掠到，就當然無客氣。我不係會穿眼鏡的嘛，所以掠到
推天的天线，因为吼，去天个天轮上去的时间，就天线你行到哪就天到哪，行到哪有插线的就，跟住开始就分发。虽然呢，我要做些一转的木卡，摆咧带顺的转来，野公鬼面草，结果撞到安尼海台就唔敢转来。听众嘅刺激，难挑战也有。挂落来，规江拢高压性的规身躯，整个人下那个蚂蚁雨呀就对了。就连农作物卖相也变加动济。你甲看迄个表皮，拢去互夹安尼，袅安尼。本来是一级品，你就变做讲上无嘛3级品呀，就损失就足个严重个啊。南投艺工委会今年动力会包含涉事玻璃、水泥行来的素材都动演出。你看到这个蚂蚁这么多，这个是从外面进来的，它都住在我那个衣橱里面啊。我跟它喷杀虫剂哈，它就跑出来死掉啊！你甲看有这无？规天内一点不覆盖，就程度系事体嘅业果，平常时连稍微好是窜破都易难。我示范机袂跌，紧跌下来啊！啊，做用力搭地那样。系啊。啊，你了搭地唔免当过2000度咁乱。佢慢慢冇辦法啦。我示範唔可以射到叫眼就好了呀。整圈，可是你也都不知道它。就喺北航安東嘅公建所，根本唔知佢收到哪去，出場汪容啊！閱兵，我逐工攏伫遐咧行軍，你知無？電熱鬧啊，係叫我長島咧要出電熱鬧啊！啊，當然啊，佢我水木佢袂做迄我神風咧，我示範佢袂跌下來嘅。你看出來了，你看。林總啟先生分析，今年連年夾嘅風采，榴蓮嘅工地農背嘅掉本風采大敗太咧，自然會深個性嘅故事素材，也係為咗安到榴蓮嘅股，就一批應付下嘅其中一個原因。喺那40後，8個月前推翻出咗外來榴蓮嘅工例，8個月內只見到環境似得偏廢。林總啟先生就嚟 DNA 比對個後來配，應該係從另外一個新嘅出去，入到推翻來，係用外來種嘅形式拆出去。它有一个比较早入侵的族群在台湾，那个族群看起来已经跟台湾的环境已经稳定了，所以它的整个危害比较就是已经平衡了。那看起来最近几年又有新的族群进来。除了沙間族嘅之外，林總啟先生還安排一種專門下榴蓮嘅工類時間肉子。有甜分哈啊，它就會來吃。一个蚂蚁巢里面，只有20%到30%外面找食物，所以70%、80%在家里面等待增援或是生存。所以我们在防治上就需要用一个耳机的方式，让它整个傳進去。不過兩種肉嘅效果一般，移動民眾話到冇效冇耐心，自家去買殺蟲劑來殺，電到飛機吹到很難發現。殺蟲劑真有效啊，噴一下就死體咧。吼啊冇噴到佢袂。我條嘅機袂繼續就入來啊！一張嘢2-3禮拜時候冇乜效果，愛記住放棄嘅。所以也種冇大家吼來滅吼，也滅唔得。撒藥之後可能殺死30%，現在70%就逃逸了。首先之後就到農舍，到了居家，所以這個但是你又沒有把農地裡面所有都滅掉，所以這邊又多起來，這邊又讓它移出去，兩邊也多起來，所以它反而人類的很多作為，反而是讓它越來越擴散的一個結果。唔但參與向榴蓮嘅股，南投國市仲了解到嘅韓中人一種變榴蓮嘅股，也從事民主生活行動太嘅麻煩。因為佢嘢吼，佢都需要愛到水分，所以講佢往往佢都會照因為地度吼吸收嘅水分。但是人呢，平常嘅時候，人家說開水啦，愛泡茶時，人哋冇注意到嘅時候，人水一開落去，它變咗一個弧度，啊，人泡出嚟茶，變到嘢講就做出來。這家種，達位都攏有就對啦，安尼啦。
就控出全改变榴莲眼股，比如向榴莲眼股喊那些，每回相对冇安泰，唔过每回嘅素材喊那法。这两个蚂蚁，它的行为、它的食性、它的住的环境很像，所以意思说，当这个地方适合有胸有理的时候，扁琉蚁它也会今年起来，那两边会抢地盘，互相竞争。啊，即摆暗的时阵吼，我来等过一个开落了，啊，伊就装陪我来。啊，装陪我来时阵是，因为迄份细小吼，阮这有诶，这款来吼，这款来也做芒糖啊吼，嘛是甲关了来讲，因为这空伊迄身体食啊，这空拢闷入来嘛，啊，所以讲拢会飞入来，啊，落安尼戳滴甲规个拢是啊。扁榴莲眼股都来为春腿两档多个世界，几千几万几亿背背出来。伊这有。哇！这有去有迄款来迄个蜘蛛丝的所在，你来看吼，啊，这链条咧吼，蜘蛛丝啊链条就拢要条咧，你看规抓拢是。它们都是多以后的，然后成熟之后，它们就开始会分飞。婚飞就是它特定时间雌蚁雄蚁要出来交配。我哋喺研究唔咩冇法度自由設計去講啊外人啊，設計管理設計安尼天啦。你估眼到每回眼睇，民眾冇奈何，地方公所也處理唔出。南投界涉事轉公所係什麼地界處理嘅？唔過要永遠土預算並冇變兩條線，是做得兩條這些個，概念這些個，調動22萬元來做經濟風氣。我們都是以居家的防治為主主要的景點跟公共的地區，我們會做一些噴劑以外的，那其他部分真的是力有未逮啊。市府用雖然前幾年就快速走，不過強壯為27家，頭一年變得50萬，第二年30萬，不過為全面封trị，該是冇啦。就像來使用41.0758平方公里來講，最去年1年啊，冇幾百萬的經費，我做到較理想的境界。除了苗栗、南投，其實台南、嘉義也有兩種嘅公論委會，地方都希望中央來提數。外面每個城鄉都農委會強烈付出，因為尤其使用上下經費非常的短拙啊，當然都不免城鄉處於冇結果。就大概1個月前那個蔡培慧立法委員已經有協請環保署以及農委會一起來到我們這邊會勘，所以我們本來還蠻樂觀的，因為當時環保署跟農委會也都有承諾說會來做這個防治的計劃。整個政府的一個部門其實有一個分工的一個機制，那主政單位是由農委會來主政。有關這個經費的部分，實際上是我們配合農委會那邊整體的這個經費的一個籌編來辦理。像我們農方，我們一直都算是對我們的這個管理區塊，我們是很負責，所以你農田裡面有我們就會出面處理，那是農田的部分。但是如果走進了家裡面，那就看原來是哪一個部門應該要主管這個部分，那他應該要去協助，讓這個蟲子不要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嘛。也在講中央兩項冇一個專門負責嘅單位，係講做提前內本農產所係農委會講解。不過風險佢講，榴蓮嘅股唔係農業方面嘅回出，並冇專門嘅計劃來做兩部分嘅調查。係那榴蓮嘅股至見地府都做到，係遇到下都市嘅素材。環保署實講，解讀係對農產做理解，講好農產真係正經嘅。那入侵住家的部分，因為環保署有核定一般環境的用藥，那其中針對螞蟻有效的這個藥劑，目前在市面上大概有240種，可以提供給民眾來使用。所以我們現在比較鼓勵大家做的，就是民眾其實要自己要做點事情啊，是自己的家嘛，對不對？總不能說好像家裡面的產生的問題一定全部都要政府來負擔啊，所以就是去清理環境，可能我覺得還是第一優先，還不用太考慮到其他什麼防治經費啊。地方冇錢，希望中央提數，看來也冇希望咧。他們的權責分得很清楚，所以有些就會變定義上問題。我們一些研究老師們，大家不同，你會覺得說，實際上也是需要這個統籌的單位去負責的事情。8個年來，人類老榴蓮嘅股普遍相處嘅模式已經冇咧。哪個部分歸檔係哪個單位來講，人類會去討論會去搬。榴蓮嘅股該是唔會咯，哪一種好食，哪一種好大，就賺到哪去。
俩下注重连毛完整嘅风气对策也好切，认为俩系民主自家做改革嚟得的，系个正经系安样，佢俩人嘛人呢嘅榴莲嘅股，用韩国嚟动咯。